昨是蔡总统伫总统府上班的最后一日伊接近来外国的访问团。蔡总统是表示讲，最近真侪民众看到伊，拢会对伊讲多谢总统。也毋过伊讲，伊特别感谢台湾人民伫8当前予伊机会，甲对于台湾的改变佮期待交予伊。伫过去的8当，毋但互世界看见台湾，台湾嘛参加真侪世界的重大的改变。伊相信新的政府会以坚定的台湾、民主的台湾，继续伫世界徛起。蔡英文伫总统任期最后一天接见6个外国访问团，昨早起接见英国庆贺团，表达希望大兴应继续共同合作，佮期待多加入 CPTPP 的英国，应支持台湾申请入会。Your country and US President have the utmost support from British parliamentarians of all parties, and I assure you, and I will be assuring the new President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do so. 派节中道是伫寓所，请美国特使团欢迎佮感谢因来台湾。访问团成员感谢蔡总统过去8年来贡献，因有信心赖总统当选人未来执政会延续蔡总统的政策，继续提升台美友好关系。另外，蔡英文伫昨下晡也会见巴拉圭共和国总统贝尼亚访问团，感谢巴拉圭一直深化甲台湾的邦谊，也继续伫国际上积极为台湾发声。明天我将卸任，借这个场合，我要感谢巴拉圭过去8年不断的深化跟台湾的邦谊，也持续在国际上积极为台湾发声。张下晡也伫接见新加坡庆贺团时阵指出，台湾正做新加坡第4大贸易伙伴，希望新加坡国会应甲台湾未来新政府有更较侪合作关系。期盼新加坡支持台湾加入 CPTPP， 创造双边更丰富的就业及贸易机会，一起为区域的繁荣发展贡献心力。蔡英文昨也伫网络发表伊最后一天伫总统府上班的感言，伊表示感谢每一位台湾人民，未来也继续伫无共款的位顶悬，甲大家甲台湾斗阵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